捌一年时间超过，日头也伫身边，完全是少年时幻灭的酸甘蜜甜。大江的呜，爱下落雨，做伙来呜，音乐才有。大家的呜，因有情有，换你来呜，做伙跳舞。伊是日是双水，我有6千8点。我熟悉，记录是落是你记住咱的老的节目。做伙来，各地各种也是错，要看红人知。一定吃海产，我要小摇滚爱未来。查甫人一首歌，就那配，管的苦吞偌济。讲认真的哦，有足侪写歌的人，拢有唱歌的梦。我是希望甲好的拢留在内底啦。而且这种对我来讲，即马做的是，我真正大胆的讲，这有可能内底的歌差不多就是这个时代记录。你擦了已经住伫我的心内，三不五时忘了你因的忍耐。做雅文就是你的贵人，伊的存在对你来讲是啥物意义？在歌唱上面有很多教我的东西，对于新人来说，他就是很放胆的让他去尝试。是。自由自在，充满人情味，这是我对这的记忆，嘛是我介意这个所在的原因。人生百款，逐天拢有足侪故事在发生，有的会当写作一首诗，有的会当做成料理，有的会当创作出一首歌，拢会当变作你家己的记忆。即马对我做伙感觉，找到你喜欢的音乐气味。海味61号，欢迎收看今仔的海味61号，我是爱听团的 rap。今仔来到这战恶区，较早叫做鱼林码头，是足侪高雄人囡仔时的记忆。想要来到这呢，因为今仔的来宾甲这有一个缘分，因为伊的音乐工课的第一步就是由这开始的。人嘞？哼，伫遮。老师，原来你是这突然要出现。各位观众，今仔的海味61号的来宾阿潘老师，噔。大家好。查甫人一首歌，轻轻啊碎，我是有幸扛袂起来，带着无惊，看着生死，人在未来的路途中。陪伴一切。阿潘老师，听讲这个所在是你做音乐工课的第一步。对。我想要了解讲你是安怎会安尼讲咧？其实我高中我咧迄个高雄的中华艺校读的。对啊，所以同遮3档。然后迄个时阵咧高中的时候，其实是我是读迄大众传播组。然后内底有一个物件叫学 P 的，P 的就是帮歌手咧调音控，音控。学的了后壁有一个机会，拄好咧欠打工的。哦是。我拄好来遮打工，嘛因为来遮打工了，然后同遮熟悉足侪高雄在地的歌手。对。然后就变做安尼合作，因雄有一天，有一个姊仔我讲，你要起来唱看卖无？哦。然后我就因为迄天拄啊烧声，然后我嘛想讲无去帮伊赞声者，笑了，我变到高雄就开始笑。哦是哦。对啊。尾你就直接去台北吗？还是讲？其实中有一段是我一开始高中嘛是后壁，有小可耍着乐团啊，嘛开始有咧写一寡歌，拄着耍乐团的时候发现讲。我乐团你也有足侪乐手嘛，对。然后你大概你要写歌，你拢爱全部斗做伙，你才会使写。定一个无够，两个无够。所以我后壁迄个时阵，我当家己走去学编曲。我就因为安尼，我后壁变做家己写的歌，然后会使家己甲编调，唔免去等乐团大家来。我拄好头歌，我讲着编曲这拄好是，迄个老师后壁拄好有一个高雄市有一个活动，是请北部的老师落来。然后就比交流，然后迄道伊就讲，叫我去，
然后迄嘛是爱纳钱的啊。我讲啊，我无钱啊，伊讲我纳你去，我讲好我去。哦，这真正拢贵人呢。伊真正我贵人，然后我就去了后，然后我唔知因其实是要找助理起来台北，你讲知？是哦。伊希望我会使24点钟拢对咧边啊，所以叫我去因兜住。啊，大秘密了就开始发现，无啥对档啊，因某敢若逐工拢对我特别照顾。哦。我就无一礼拜外，我就想讲，这个照顾落去吼，我唔知后壁会变安怎，这动无啥会落去，啊，我想讲，啊，无甲迄个老师讲。啊，我搬去附近住，反正我就逐工来，伊嘛无爱啊。对。然后迄个箱就想讲，啊无就甲啉落来，然后一啉落来，甲拣落就是18档啊，我拼18档。拼18档啊！你即马身份是有制作人，啊，佮有去做导演，啊，佮有演唱会导演。总监呢，台语要安怎讲啊？音乐总干事哦。音乐总干事，安尼讲嘛对啦，音乐总干事啦。哦，我拄仔咧想讲这句要怎讲？因为我咧想讲，安尼叫唤嘛，足奇怪。系啊，音乐总干事，系啊，因为迄管的代志足济的嘛，对无？对啊，其实学足济啦，一开始像开始咧做歌，原底是一个人的代志，然后慢慢啊学变做讲，编曲，你爱开始对人，比如讲你等于我头家，你要叫我编歌，然后就变做。变2个人的代志，对。然后搁歌手变3个人的代志，慢慢愈做愈济，变制作人的时阵是啊，搁有写歌的啦，写词的啦，然后你爱去沟通啦。对。人愈来愈济，啊，甲做演唱会就开始一道对20-30个，后壁对50个，对100个。哦。对啊，就慢慢就变做，其实这是我感觉起来这段时间学到的，就是一直甲人交流，然后你会使甲愈来愈济人做沟通啊。对啊，学到这是。真正是实在，我感觉迄个啥也无去。其实当家有可能较歹学到，因为音乐内底较重要的，你譬如讲公司啦，啊无就是你要做音乐，啊有做一线，其实拢在北部。其实嘛会足希望看后壁以后也是有机会有才调。其实真正有机会是甲线拖转来。我有感觉就是讲，你想要甲你学的物件咧，较扭转来南部遮来互爱音乐囡仔，应该一寡物件拢教互因安尼。我感觉我甲伊发现新人，然后也是真正能力袂歹，是啊，该有机会就是爱有机会。安尼听起来真正，我努力啦，有迄个方向，继续拍拼。风轻轻吹过，咱流真多。风若是吹过，咱时间剩无多。母啊，问你啊是成假？何时过年有顺陪？虽然有藏在心内，嘛悄悄放过。风轻轻吹过，咱流真多，风悠远吹过，咱时间剩无多，无想过我真正的成假，贷款地甲我困袂落，有时想要哭，找朋友嘛歹相找。查甫人一首歌，酒若杯，阮的孤吞偌济，就算嫌命嘛爱巴家，流目屎是无够价。查甫人一首歌，轻轻啊碎，我是有幸扛袂起来，带着无惊，看着是世，同在未来的路途顶。陪伴一切，风轻轻吹过，咱流真多，风悠远吹过，离我时间剩无多。无想过咱真正的成家，贷款地甲咱困袂落，有时想要哭，咱找朋友嘛歹相找。查甫人一首歌，酒若杯，
是有幸牵袂起来，带着无惊，看着是世，人在未来的路途中陪伴一切。不管未来偌大风影，我笑山东才好你靠。管伊偌济起起落落，你勇敢放我飞，莫想遐济。查某人一首歌就那配，管的苦吞偌济，就算严命嘛爱巴结，流目屎是无够价。查某人一首歌轻轻那碎，咱是有幸牵袂起来，带着无惊，看着是世，同在未来的路途中陪恁一切。老师，我想要请问哦，就是讲，你做那遮济张唱片啊，这制作的过程中间啊，敢有啥物互你感觉较有印象啊、较趣味的代志？印象。嘿啊，像我最近做 Energy， 对啊。你譬如讲，阮咧唱歌，啊，阮去甲配唱的人，其实是大家无一定相共。譬如讲，我即摆听，我就感觉你有可能就是会去看一个歌手。伊对迄个歌词的感觉是安那，你有可能会去安尼。像我较无共，我是迄种，我知影要什么物件，你别，你着笑，你免烦恼，我一定出来，一定互你100分的。但是我是迄种较技术性的，内底嘛是有人，譬如讲用我的方式是无法度的，对，因为伊爱叫一个人讲故事好听，对，内底是有安尼的人当内底。算讲伊吸收的方式较无共款了。因为伊会晓演戏嘛，然后伊就会，譬如讲爱甲导演啊，甲本。大家做伙读一个安尼啊，伊的方式是安尼，对啊，然后就这就是做较特别的啊。老师，啊，就讲你安尼做遮尔济艺人的迄种专辑歌曲的专辑无？什么时间点，互你想到讲，凡是你嘛用做你家己的专辑？哦，要问这呢？我想要问啊，因为毕竟你一开始就亲像你拄仔讲啊，烧声我嘛会去你唱啊，对无？嘿啊。其实讲认真的啊，有足侪写歌的人，拢有唱歌的梦啦。是哦。所以你会常常看有一寡写歌的人啊，后壁发一个家己的创作 EP 啊。EP。一开始我就想讲啊，无发中文的啊，无唱歌什么物件，我原底个想讲迄个声，个想讲招陈零九。对，我要想要讲啥哪会，你会想讲要做台语安尼？旧年，刚好我咧创5月天的物件。是。啊！我拄仔看到阿信哥咧处理演唱会的物件，演唱会的物件，我就听伊歌听，其实我等于迄半当拢咧处理的物件，听到家己有感觉，你敢知？然后我想讲，其实伊的歌会影响到一寡人，看到会哭，然后会使互人有一个出口，啊无就是当内底有一个感受，然后用家己的方式去吸收这个物件。然后我就讲，哇！我找到我想要。只是我想的，我来自南部，我来自台南，我来自湾里。我希望我会使用一个南部人的角度来写一张歌，因为做流行歌，然后所以我会感觉讲，这台语歌内底，我会想要写一歌是真正看到、见到、该记录的物件。你想要用唱的方式，不过希望大家是会用你听故事的感觉，对吧？对。这个想法真好。然后所以因为安尼，然后较互我有一个做唱片的迄个动力。然后所以较真正的哇，拄好这道我真正甲做了。你了做了。啊做了了后，我阁要继续你问你讲。开偌济吗？唔是，开偌济我这个无好讲嘛，对无？对无？重点就是讲，因为你是制作人嘛。啊，你当初是要决定要做这张专辑，迄当阵你家己是想讲，啊，我是要家己做，还是讲要找另外一个？比你较鸟毛的制作人，还是讲你家己做就会使？我内底嘛是有找一寡无共的制作人配我唱歌，我会找因是敢若讲一张唱片，你找无共人来
做这个物件的时阵，其实就是莫一直感觉家己做的拢是对的。像我就是定义这个物件是较变讲接受大家的物件。我是希望甲好的拢留在内底啦，而且这种对我来讲，即马做的是，我真正大胆的讲，这有可能内底的歌差不多就是这个时代记录，对啊。你的心肝底，什么拢是假。你若是感觉讲，这无啥货，我是会当作拢无改变。你讲的迄句话，就亲像长山的风吹，你莫甲我骗。我的心是用怎讲的？真歹势，我无听你讲的话，我不敢想起你对我的爱，我不敢想起你，惊我搁讲一摆，你莫搁甲我骗讲有你的将来，你莫搁讲遐尼济拢是白惨，你莫搁甲我爱，相信你嘛知，关情你心肝内，你当作我讲大代，你莫家己想要我有你的将来，你莫搁假，你也莫搁讲，就是安尼。你讲的迄句话，就亲像长山的风吹，你莫甲我骗，我的心是用怎讲的？真歹势，我无听你讲的话，我不敢想起你对我的爱，我不敢想起你，惊我搁讲一摆，你莫家己想要我有你的将来，你莫搁讲遐尼济拢是白惨，你莫搁甲我爱，相信你嘛知，反正你心肝内，你当作我讲大代，你莫家己想要我有你的将来，你莫搁假，你也莫搁讲，就是安尼。长山的风吹，莫搁讲你讲的话，一切拢无啥货。我不敢想起你对我的爱，我不敢想起你，惊我搁讲一摆，你莫家己想要我有你的将来，你莫搁讲遐尼济拢是白惨，你莫搁甲我爱，相信你嘛知，反正你心肝内，你当作我讲大代，你莫家己想要我有你的将来，你莫搁假，你也莫搁讲，就是安尼。
老师，我想要问一个哦，自你学生仔就开始嘛，啊，你有感觉讲你学生仔的时阵，甲你当你冲的迄个时阵，哪位有同大的变化？我家己是较知影讲，我有可能即摆咧做代志的一寡方式是较早有受到一寡老师的影响。因为我较早高中其实是无介意读册的囡仔，较爱算小可。但是有的课其实我是介意，你比如讲摄影课，然后反正这个摄影的老师影响我足侪啊。然后到有一天是放暑假，伊的课内底用讲。看这个暑假，啊有人想要来台南伊的摄影公司去打工了呢。然后我就想讲，我是拍的哦，但是我耳仔是开的。你听到？台南，啊我因为我等于台南人嘛。然后我想讲，放暑假应该等于台南，敢嘛无代志，啊无甲扯起来拍一下招呼。我这个老师，我敢会使去？伊给我看着，你哦。你电话留给我，等伊的电话，然后就开始我就真正我想，哎呦，这个老师有法度有机会哦。然后重点是开始放暑假，然后第一天、第二天电话拢无来，然后我想奇怪，敢会咧我卡，卡荷兰的对然后后壁就变做。我挡袂掉，我想无我直接打电话甲问啊，我一敲过讲老师我是会使去袂，然后伊直接甲我讲，我伫咧等你这通电话，你明仔载就来。我随学着物件，所以我后壁我变做我咧带学生啊，啥物我搁有诶上就是，我有诶我嘛会，我真正感觉袂歹啦，我有诶上会去即个考验。是。你真正想要做，你有心，你着家己你会去问，你毋免别人来甲你迄落。所以这物件伊搁我一去，伊搁直接甲我讲。来做无薪水，你要做无？你也无薪水，你会使留落来。我讲好。然后我做了，就3个月就安尼过啊。上摆一天一包一包红包的叫我秘密，来花生米来，来。你咧做工课，较有可能无互你钱，我直接甲目屎甲拼落来。我说哇一包，然后伊就讲后壁加油。然后我对这些我嘛学到一个物件，就是我感觉人吼，逐个阶段，像我迄种，有可能我是一个无爱读册的学生。但是至少用伊的方式来我教的时阵，伊互我搁变愈好。这个物件变做其实是刻在我心内。老师你讲。然后甲这张唱片，这张唱片内底写这个歌、做这个代志，其实这拢有影响。所以你做逐件代志拢爱做认真啊。这故事我听到真足感动。正经的。我这老师足厉害。所以我即马问讲，若是讲老师要除了感动以外，你去想要安怎来去介绍你这张专辑？我咧写歌，我的立场拢毋是替家己写歌。我这内底我拢是较定是会徛咧别人的角度，然后无看社会的角度，然后去写这个歌。所以我甲伊讲，这张专辑内底应该做侪物件，较像是一个记录。有的是朋友的记录，有的是看到，比如讲我内底有一条歌，叫做你无介意做的代志。迄我住迄落。台北的时阵，迄租厝租咧南机中夜市啊附近，我就看人咧捡鱼纸啊。然后有一天伊搁带后壁迄个对囡仔，我想哇，这个囡仔到底安怎想？伊讲想要安尼，然后我就甲这个物件甲写，然后所以这张对我来讲，反正就是社会记录啊。社会记录。然后嘛是互家己一个记录，至少以后知影这段时间其实当这个所在。发生什么代志？然后这个时阵，这个时间点内底是有什么代志是其实是需要大家关心的，对啊。到时三一张互你听好啊，你拢要哭啊。正经哦，海味六十一号就是爱甲这一寡咱做音乐的音乐人啊，不管是乐团还是歌手，你嘛今仔请到制作人。音乐总干事。音乐总干事。两天看我出来算无啊？非常谢谢阿潘老师，谢谢。歹当句声千金，赚也无几箍银，但为着家己找回，也只好慢慢捡。家境着无好的我，愿斗靠这过日。愿你感觉我写诗写情，嘛笑笑面对你。
老师问爸母咧做啥物，我拢讲袂出嘴。暗时陪爸母塞着捡伊纸的车，看紧冷暖人生。做恁无介意做的代志，这敢是阮的命？暗时暝陪来甲想起，就真正稀微。做恁无介意做的代志，是要原地也是天？你当阮介意，阮介意日子，乌云牵天的过。写千金，赚也无几块银，半暝也点点在街口，受着恁无爱的面。家境着无好的我，愿斗靠这过日，当无情繁华的世界，也无资格目屎滴。我嘛想要喘一口气，但拢讲袂出嘴。暗时陪爸母塞着捡伊纸的车，想办法过日子。做恁无介意做的代志，这敢是阮的命？暗时暝陪来甲想起，就真正稀微。做恁无介意做的代志，是要原地也是天？你当阮介意，阮介意日子，乌云牵天的过。今仔来到海味61号的来宾呢，非常的特别。安怎讲呢？伊去选秀的节目就敢咧行走卡同款。欢迎今仔日的海味61号的来宾，谢青叶。Ralph 哥。什么青春梦，幻天鬼擦当。Come see this rich and stiff, it is struggle, but there's nothing that's messy. 他下了一场雨，你是球鞋是太狼狈。There's no money in my wallet. 你是一个参加过足侪选秀节目的歌手，你当初是啥怎会想到讲要去参加这个选秀的节目？高中的时候就看电视。看电视选秀节目，我就这种想法，要去参加歌唱选秀。啥怎你会想要讲要直直去参加？我台语袂认得，我就讲华语。好，你讲。参加这么多选秀比赛，然后透过每一次练习，然后当然也有收到很多评审老师的反馈啊，从刚开始不肯定你，然后觉得你哪里可以做得更好，到后面老师就慢慢的就是给你鼓励，然后越做越好的那个成就感，是慢慢的累积的，会知道下次要怎么作战吗？对你来讲是一个挑战。对，但我难免你嘛是逐摆应该拢有无共款的压力，你会想讲要安怎来个排解？唱我家己上爱的歌，唱你家己上爱的歌。嘿，然后从中的去了解每个故事，然后从故事可以看到很多的作者们他们所写的背景，然后我觉得唱歌它虽然是一个比赛，然后是一个压力在，但是得到满满的就是生活的经验啊，或者感情的经验，对，然后到现在我自己创作了自己的专辑，然后可以用得上，然后都是一些很好的养分。你的曲风就是 R&B， 然后其他你有做出一试验的，而且还有讲你可以用台语、英文、华语做结合。对，我觉得在创作里面用3个语言当然是以我自己自在，然后灌写谎话，你灌写去尝试，就像一幅画，对，然后你可以。有水彩，有粉彩，所以我就较好奇讲，你哪会想着讲来用台语作为较主要的方式？
刚好那个时候参加选秀比赛，然后刚好雅文姐查雅文，她也是我的评审，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在上节目的时候跟主持人访谈，然后我都觉得我讲话有点破碎，或是台语也不好，台语更不好，对，然后没有人听得懂我讲话的感觉，然后那个时候遇见了查雅文，他说他可以了解你要说什么，参加台语选秀节目也练了很多台语歌，然后这些的养分让我可以从不会台语变成现在可以听得懂一点，对，啊，佮想要学，嘿，然后较侪台语安尼创作，安尼的话，做雅文就是你的贵人，伊的存在对你来讲是啥物意义，有啥物影响？除了在歌唱上面有很多教我的东西，然后我去进步去学习，对，然后再来就是跟他这一次的合作创作上面，我觉得她是一个大辣辣的女性，然后对于新人来说，她就是很放胆的让她去尝试，去玩，反正都到这个世界上了嘛，那就尽量的去跟这个世界碰撞，然后我们一起去试试看，你早就已经住伫我的心内，三不五时望着你。Every night， 有你的所在，才有一点点的光线，闪啊闪啊闪闪是。白五的暗暝 dancing at the party， 你安定踅来踅去，无想要回去，一直也袂出现，敢讲是无缘，想啊想啊想要停。几礼拜心不在，全部拢是你的影。头一摆拄着爱，啥物拢讲袂出来。明仔载我应该行着我的乌道摆，经过你的心意，但你感觉我袂歹。讲你答案莫使啊，代表这是我的爱。你早就已经住伫我的心内，三不五时望着你。Every night， 有你的所在，才有一点点的光线，闪啊闪啊闪闪是。白雾的暗暝 dancing at the party， 你安定踅来踅去，无想要回去，一直也袂出现，敢是自作多情，想啊想啊想每天。你早就已经住伫我的心内，三不五时望着你。Every night， 有你的所在，才有一点点的光线，闪啊闪啊闪闪是。白雾的暗暝 dancing at the party， 你安定踅来踅去，无想要回去，一直也袂出现，敢是自作多情，想啊想啊想每天。The party， 你安定踅来踅去，无想要回去，一直也袂出现，敢是自作多情，想啊想啊想要停。叫 live house 呢？嘿，
它是一个 live house，然后会有很多歌手在这里表演。我在台北的时候，其实也是工作也有驻唱啊，也有在 live house 表演，所以来这里我就见老朋友，然后一起听歌，然后我有时候也会上去唱一下，来玩一下这样子。哦，你印象中有啥物回？什么趣味的代志，你伫 live house 捌发生过安尼？我今嘛想起来真尴尬。头一摆，第一次我驻唱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不会很多歌，然后我在表演的时候，我就准备了10首歌，我今天晚上我就唱这10首。就是讲你有准备一个 set 就对啊。歌单，嘿。然后现场就有一个夫妻，然后我就选了一首歌，刚好是我的歌单里面我觉得最经典，然后有没有老歌，好听的老歌，然后我就送给他们，结果那个时候就唱了这首，这个叫什么？曲终人散，送给这对夫妻。曲终人散，张宇那个时候觉得他们的年纪大概看起来是会听张宇的歌，我就选了这首歌，是不是进背吧？你嘛知影白目哦？哦，对啦，有淡薄白目啦。但是就是人生的经验。经验，对，人生的经验。学到了，下次就不会了。我有感受到你足想要甲台语学好的迄种心情，袂歹，赞这少年人袂歹。啊，我想要问吼，就讲你 live house 唱，啊，甲你去参加迄落选秀的节目顶悬，你舞台顶悬遐唱，你感觉两个有啥物？无同款，在 live house 唱歌或是驻唱，我觉得比较轻松，就是跟客人的互动，然后我在台上也会比较自在，然后毕竟这个场域就是比较轻松臭的，然后跟大家玩在一起，在舞台上面就必须要谨慎一点，不太一样。听起来你嘛真介意，就是讲伫 live house 顶头唱的迄个感觉，对无？甲观众的一寡互动。对。Shining bright, searching for a sign. I'm miles away, but I won't lose my mind. City lights shining bright, searching for a sign. I'm miles away, but I won't lose my mind.Lose my mind， 我来到台北，已经几路灯，电话闪是家己一个人，一间房间内面，心内的虚空，无聊的迷茫，无人的影响。Them cities rich and stiff, it is struggle, but it's nothing less messy。下了一场雨，绿色球鞋不是太狼狈。Listen, money in my wallet， 美丽金沙一等 in my pocket， 几个同伴买了包烟，脑中闪过失眠的夜，微醺在这夜里，银色的梦里飞行，似曾相识的场景，若有似无的足迹。现在你紫色的没睡意，手机一划全是一时的涟漪，没太多心思细腻，心理平衡的游戏。Those are night criticize and mayors always on my mind.In this life, we decide no matter what will be alright. Those at night criticize and mayors always on my mind. In this life, we decide no matter what will be alright. 开着飞铁车，离开我身躯，掠一个感觉，故事一直写。红人的衣裳，黄色分袂清，啥物青春梦，反正几十档。Them cities rich and stiff, it is
struggle, but there's nothing that's massive。他下了一场雨，news的球鞋不是太狼狈。There's no money in my wallet, many jeans are hidden in my pocket。几个同伴买了包烟，脑中闪过失眠的夜，微醺在这夜里，银色的梦里飞行，似曾相识的场景，若有似无的足迹。现在凌晨3点没睡意，手机一滑全是意识的涟漪，没太多心思心理平衡的游戏。City lights shining bright, searching for a sign. Yeah. I'm miles away, but I won't lose my mind. City lights shining bright, searching for a sign. I'm miles away, but I won't lose my mind. The lights are always in my mind. 听到讲你进前去做一个计划，要去台湾去写一个唱歌的计划，迄内容是安怎8步出发。 8步出发，嘿，对，这个无开机的0元环岛企划，为了这个企划，我去学开车。是，对，然后因为我想就是要执行的嘛，对不对？然后那个时候在2022，我就是带着我的这个器材，我的音响，然后吉他、麦克风，我就去街上唱歌。那当然也是有发生很多可能这个地方我不能唱，然后我就会被请离开嘛，嘿，就还会有很多突发状况，嘿，对，但蛮好玩的。所以对你来讲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验嘛，对不？对，那个时候也是希望自己可以。靠自己的方式，然后能生活，能赚到钱，然后另一方面是在创作上面会给我很多的想法或灵感，然后透过这一趟旅程，这个企划，然后去看看，也去台湾走走。算讲就是讲你哪唱哪行，迄当阵就是来听的人就恁即马咱大家拢讲岛内啦，啊，阮一个较 old school 的讲法就是讲，甲你拍7步你就对啊。 嘿，对，所以你就是安尼靠岛内甲拍7步安尼，沿路安尼赚到那个唱，沿路直唱落来安尼啊。嘿，这个客户真趣味呢。而且安尼，我甲你讲，听过你唱歌的人，啊，我甲你拍7步去岛内你的人，应该拢会记得你是啥。你要安尼去介绍你这张专辑？我今仔日有准备要送给 Ralph 哥。哦，小等这是啥？ 这个，我这张 EP 是叫做《派对冥想家》。是。这歌里面就是我平常会透过冥想啊，然后来让自己找到平静跟快乐，然后透过冥想解离意识，让意识到各个时空，然后创作出了这些歌曲。哦，对，所以内底起码有5首歌是吧？对，5首歌。第一首歌就是导入，让大家到这个 intro 了对吧 ？intro 的感觉。对。啊是讲。 这会不会让他听啊？这是 NFC 的感应哦，感应它有一个晶片在里面，所以你的手机这样子，靠上去，它就会有歌单就会出现，嘿，迪迦就会出现在，对，它里面这边打开，它是会看得到这个，真正有呢，小人在里面，这嘛一个算讲一个。 就高追啊！高追的用 CD 的迄种概念，像个就是讲，伊用迄落 NFC 的技术，手机要感应了后呢，就甲你接轨迄落，不管是 Spotify 啊，是迄落 Apple Music 去顶头，就咱放出来嘛，对无？各大数位平台。哦，非常感谢迄落谢星野今仔来到咱海味61号，我感觉大家拢爱来个支持，来听伊的音乐，由伊的演出开始入去。 伊感受到讲谢星野要大家知影迄落，伊的歌词伫写啥，华语、台语、英文，一概你拢听得到。
我感觉非常之赞。谢谢，谢谢 Ralph 哥。今仔日甲阿潘老师，还有谢青叶，讲到因伫做音乐时发生的故事，还有过程。阿潘老师做了足侪张足好的唱片，为录音室面对一个歌手的制作人，到演唱会爱带咧上百人的导演，累积了各种无同款的经验。谢青叶参加了各种大小无同款的选秀比赛，每一摆的演出，拢伫确定讲，敢有会当更较好的可能无？听到演唱的歌曲，咱敢会使更较好的迄种感觉？